带去读唐诗。丽人行，作者杜甫。3月3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台龙以万石齐金，肌理细腻骨肉银。秀如衣裳俏无春，足金孔雀云麒麟。头上何所有？翠眉凹叶随冰顿。背后何所见？此案玉阙问情深。袖中魂墨续同亲，四名大国刻衣情。几度之风出翠户，水晶之盘行树林。西都压抑九尾下，乱刀如切空昏沦。风闻飞空不动庭，疑毒落叶送白丁。小果哀灵感归神，冰上直塔实要定。后来鞍马何准顺，当烟下马立阴阴。用花雪落福德林，青鸟飞去寒风劲。赤手可立四绝伦，心目群前成上真。简介：这是杜甫呢，继续顶一首平奇行的过当舞所写的佳作。规篇呢，照景引物来讽刺杨家版文，一路得道家倾升天，强极奢华。甲顶一首的平奇行苦民所苦强烈的对比，确实是天同地合之别。专制时代，假写这样露骨的诗章来批评权贵，确实是大快人心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